有行走 CD 称号的林俊杰，周末在台北开唱，4天下来演唱会票非常难买，偏偏网络上很多黄牛都想高价卖票，价格翻到2倍以上，4000多的票变卖1万多，主要因为这几年网络平台抓黄牛法令有限，让他们越来越大胆，还把大头照直接换成黄色的牛。好多人更渴望进小巨蛋被林俊杰歌声拥抱，但行走 CD 的演唱会开卖那刻没抢到的话，求票非常难。林俊杰演唱会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但很多粉丝没买到票来现场跑马求票，这可接受代购费很可观。售票黄牛会差很多吗？价钱当然有点高啊，原本一个人4000多，那婆婆卖多少？卖9000。不止现场，求票社团一堆高价票代售，1800被卖9600，3800涨到14000，2500张变11000，都是原价2倍多。演唱会几天下来，现场、社团都是同样状况，因为票根本不怕卖不掉。售票黄牛如果快要开场降价求售，我知道不可能，因为数量很少，现场黄牛座位选择多到不输经纪公司，甚至售票黄牛很多大陆的来，他都刷微信跟支付宝，肯买的人太多，网络黄牛也嚣张起来，头贴换黄色的牛，甚至自我介绍称粉丝呛我100遍我呆，买家如初恋，还贴上4大超狂黄牛名单， #说自己被媒体报道过。林俊杰粉丝，我觉得太夸张，他们现在让我们这些粉丝买票很难买，要设定购票网，很多机制事实上透过脸书或翻倍价卖票平台 Viagogo 这种虚拟通路都没法可抓，因为透过平台交易，警方受脸书保护个资义务查不到 IP， 唯独现场卖票黄牛可以检举，最重吃上18000罚锾。消保官提醒，买黄牛票要小心有假票疑虑。